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8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3节，33节到43节，申命记8章第1节到20节，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到3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进入应许。进入应许之地是上帝给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盼望，因为游牧民族的以色列人在埃及聚居了430年，后来不再被尊重，被当成了廉价的劳工，因为他们的哀嚎被上帝给听见了，就差遣摩西成为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领袖。他们的出埃及除了到上帝的山去向上帝献祭敬拜上帝以外，更重要的目标是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。申命记第8章第1节到20节记载了这一段的经过。摩西的话说，今天我颁布给你们一切的法律，你们必须切实的遵行，好使你们生存，人口增加，并且拥有上主应许给你们祖先的那块土地。你们要回想在旷野流浪那40年间，上主你们的上帝怎样带领你们的旅程？他以艰难考验你们，使你们谦卑。要知道你们的心志，看你们是否肯遵行他的诫命。上主使你们饥饿，然后把玛拿赐给你们，是你们和祖先都没有吃过的东西，以此教导你们的人的生存不仅仅是靠着食物，而是靠着上主所说的每一句话。这40年来，你们的衣服没有穿破，脚也没有走肿。你们要记住，上主你们的上帝管教你们，正像父亲管教他的儿女，所以你们要谨守上主的诫命，遵守他的法律，敬畏他。上主你们的上帝要领你们到富饶的土地去，那里有河流、泉水和地下的水河灌溉山谷和山坡，那里出产大麦、小麦、葡萄、无花果、石榴、橄榄和蜂蜜。你们不再饥渴，不再缺乏，那里的岩石有铁矿，山里有铜矿，你们会吃得饱，而且要感谢上主你们的上帝，因为他把富饶的土地赐给你们。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忘记上主你们的上帝，不可轻忽我今天颁布给你们一切的法律和诫命。当你们吃饱，有好房子居住，你们的牛、羊、金、银和其他财物都增多的时候，要小心，不可骄傲而将上帝你们的上主忘记了。他曾经救你们脱离被奴役之埃及，你们
经过辽阔、荒凉、毒蛇和蝎子横行的旷野，在那干旱无水之地，它使坚固的磐石流出泉水给你们止渴。在旷野，他把玛拿，就是你们跟祖先完全没有吃过的食物来赐给你们。那先以艰难考验你们，使你们谦卑，然后以美好的东西赐给你们。所以不要以为你们是靠自己双手和力量致富的，你们要记住，那是上主你们的上帝赏赐给你们的力量，使你们致富的。他这样厚待你们，因为到今天他仍然信守他与你们祖先所立的约。你们不可忘记上主，你们的上主不可转向别的神明，祭拜服侍他们。我今天郑重地警告你们，如果你们离弃上主，一定被消灭；如果你们不服从上主，一定灭亡，正像你们往前推进的时候，他所消灭的各民族一样。摩西提醒进入上帝应许的以色列人，必须要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必须要谦卑，不可骄傲，然后就忘记了上帝的救恩。保罗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，他这样提到基督徒的生命，他说基督徒是基督的身体，有不同的职务，服事都是为了使人因着我们的恩赐而得到帮助，走向一条更美好的道路。耶稣基督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严格来说，到父那里去就是进入应许之地。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就走在这个正确的得救道路上，然后才能够进入这个应许。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到31节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，而每一个人都是肢体。在教会里，上帝使人各得其所。他所安排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神经的，再次有治病能力的，此外还有能够帮助别人，能够管理事务，能够讲灵语的。他们并不都是信徒，不都是先知，不都是教师，也不都能行神迹，不能治病，也不能讲灵语，不都能解释灵语。但是你们要追求那更重要的恩赐，我现在要指示你们那至善的道路。基督徒追求那更重要的恩赐，就是要进入那至善的道路，首先进入应许。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3节，33节到43节，颂赞上主，要感谢上主，因为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他所救赎的人啊，要重述这颂赞。他救你们脱离仇敌的手，从东西南北，从各国把你们领回来。上主使江河变为旱地，塞住了泉源水的涌流。他使肥沃的土地变成荒芜的野地，因为住在那
里的人邪恶，它使沙漠变为池塘，使干旱之地有了泉水。它使饥饿的人定居在那里，建造了一座可居住的城邑。他们播种田地，栽种葡萄，得到了丰盛的收获。他赐福给他的子民，使他的子民众多，使他们的牲畜有增无减。以后由于欺压和灾难，上帝的子民受到打击了，受凌辱。上帝借着欺压他们的人，使他们的迷失的羊在人间绝迹的旷野里面，他拯救了困苦脱离困境，使他们的家族和羊群繁盛。正直的人看见了都高兴，邪恶的人却哑口无言。明智的人详察这些事，愿他们体验到上主不变的爱。